主后2023年10月初9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虽然听法也医治的上帝，圣经咱做来听读以赛亚书19章第19、25节。这是有关埃及的信息。看咧，上帝坐快速的云飞来埃及。埃及的偶像会伫伊面前皮皮喘，埃及人的心为小羊失胆。上主讲：我要激起埃及人攻击埃及人，兄弟攻击兄弟，厝边攻击厝边，城攻击城，国攻击国。埃及人会失胆无力，我要拍乱因的计划，因会去找因的偶像甲念咒的，去求因的牵亡的甲当机倒头。我要甲埃及人交互一个凶恶的国王统治。至愿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告：海水会干去，江河会干涸涸，运河的水会臭，尼罗河的水会减少煞干去，芦苇甲芦竹拢会冷去。尼罗河河水甲烟花栽种的会枯干，予风吹散煞无去。掠鱼的人会哀哭，伫尼罗河钓鱼的会悲伤，伫河里拍网的拢袂当生活。做麻做衫甲织麻纱的人拢会失望见效。织布师傅会累志，请来的工人会烦恼忧愁。所安的领袖有够愚妄，发好上有智慧的顾问，无好的计策。恁哪会当甲法老讲，我是有智慧的人的后代，是古早君王的子孙？埃及王，你有智慧的顾问伫倒位？因现在就讲互你知，上主万军的统帅要对付埃及的计划。所安的领袖有够戆，孟菲斯的领袖互人骗去啦。这个支族的栋梁，甲埃及带迷路。上主甲错乱的神灌入因内面，互埃及所做一切的代志拢差错，亲像酒醉的人哪颠哪吐。伫埃及无一个有路用。无论是头还是马溜，樟树枝还是芦苇，拢相款。伫迄日，埃及人会亲像妇人人惊吓尿尿喘，因为上主万军的统帅举手要处罚因。犹大地嘛会互埃及人惊吓，若有人提起犹大的名，因就皮皮喘，因为上主万军的统帅有计划要对付因。伫迄日，埃及有5个城市，人会讲希伯来话，对上主万军的统帅宣誓尽忠。其中有一个城叫做太阳城。伫迄日，埃及地的中心会起做一座祭坛献予上主，嘛会伫边界采一支献予上主的条。这个要做上主万军的统帅临在伫埃及的记号甲见证。埃及人受压迫，求叫上主的时，伊会替因找一个拯救者来保护因、透放因。上主会对埃及人显示伊本身。伫迄日，埃及人会承认上主，对伊献烧化祭甲素祭，嘛会对伊下愿阁谢愿。上主一定会责罚埃及人，然后甲因医治。因活转身归向上主的时，
伊会听因的祈求，甲因医好。伫迄日，对埃及到亚述会开一条大路，亚述人会去埃及，埃及人会去亚述，埃及人甲亚述人会做伙敬拜上主。伫迄日，以色列会甲埃及以及亚述三国做伙成做全世界的祝福。上主万军的统帅要祝福互因，讲：愿我的子民埃及，我的手所做的亚述，我的选民以色列，拢受祝福。虽然听法也医治的上帝。以赛亚书19章第19、15节，若像是一段互人恐惧的描述。经文讲到，上帝要听发埃及，互兄弟攻击兄弟，厝边攻击厝边，埃及人陷入内斗，人甲人之间的关系崩坏。毋若安尼，尼罗河水流大哭，两岸农作物大死，人掠无鱼，芳无踅。简单讲，农业、渔业、纺织等民生经济大乱，统治阶级甲顾问束手无策，人的能力甲智慧到了极限。上帝的听法，互人惊吓。毋过，伫人感觉无望的时阵，19、25节对审判转变做救赎。经文连续用5遍，伫迄日表明时间到啦，上帝的救赎就会临到，代志会按照上帝旨意成就，永远改变埃及的前景。到尾，埃及人会变做信靠上帝的人民。咱看见外邦共款回归，诚侪上帝救恩下面所剩的人民。上帝的救赎是普世的，外邦人也通是上帝的子民。以赛亚书的神学有审判和应允的节奏。今仔日的经文，互咱清楚看见上帝是一位也听法也医治的上帝。拄因为安尼的人物，互上帝的子民通活伫暗网中间，劣质、败坏、绝望、失败，也是因为侪受到听法，这个拢毋是终点，因为上帝的拯救总是伫头前。上帝在攻击的时，也在拯救。上帝攻击是为着要互万民悔改，上帝拯救是为着要祝福互万民。上帝心中还笑念着，愿我的子民埃及，我的手所做的亚述，我的选民以色列，拢受祝福。先知比正人大声袂绝望，是因为先知确信上帝的救赎，以及看见人类有悔改的能力。历史毋是一条死巷，追求也毋是无底深渊，永远拢有一条道路，引带人行出追求、悔改来转向上帝。安尼的转向，互人伫惊吓中也有能力超越惊吓。伫黑暗的日，却会当捕捉一个不寻常的异象。原来，伫上帝互人恐惧的听法，和带着祝福的医治中，有一个承接的中继站，就是悔改转向上帝。对宗教改革者加尔文来讲，悔改是生命真正转向上帝。这种转向是出自对上帝真诚严肃的敬畏，伊包括治死咱的肉体和旧的人，以及伫圣神的复醒。可见，悔改是对内面到外面，
灵魂甲身体全面转向。悔改也是终生全时间的转向。假使咱想要常常踮伫基督，就必须一生尽力悔改，直到离开世间。信徒逐日悔改，不断转向上帝，就亲像随时甲家己和所有生活全部拢定位伫顺服上帝。原来也听法也医治的上帝，伊爱我的全部，伊想要束缚我的全部性命。默想，我是毋是常常用献上我的一小部分，互上帝做满足？我是毋是常常用献上我的一小部分，互上帝做满足？咱来祈祷。亲爱的阿爸爸，感谢你伫我生命中每一个场合，感谢你毋愿互任何一个人的任何一小部分沦落伫救恩之外。感谢你严厉的听法，感谢你温柔的医治，感谢你用百般的方法要赢回全部的我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